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莫謝斜新村啦。地下嘅複式下複式1400尺，望晒整個遊艇會㗎啦，海景1級啦。三上電有即熱式嘅熱水爐，車泊門口啦。帶大家望一望特色裝修啦，光纖已經到咗㗎啦。租同買賣都可以嘅，呢個單位租就34000蚊，買賣就1300萬。呢個係士多房啦，所以可以自行安裝充電車位啦。三上電有即熱式嘅熱水爐，3房佈局，前後花園，下複式咧1400尺，再由呢個好有特色嘅通窿樓梯上去1F 啦，即係2樓。佢真係通窿樓梯啊！我唔係話特登話佢通窿，佢真係通窿樓梯係啦。個設計3房佈局啦，1F 就2間房。樓上呢個洗手間就做咗乾濕分離啦，樓下嗰個就浴缸。車泊門口啦，望晒整個1級嘅海景㗎啦，白沙灣啦，遊艇會。雖然今日天陰陰啊，但係都可以影到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